海拔1900米嘅廣東第一峰，有人話係一個大伏，更加有人話係電車禁區。但計我話咧，調整好心態，能夠嚟到廣東省嘅邊界位置，都算係一次特別嘅行程啊！我做咗一個廣東天路最詳細嘅攻略啊，希望你睇完再決定嚟唔嚟啦。去片。阿恒遊車河係一個生活頻道，作為一個曾經嘅輔導員，而家係小食店老闆，喜歡郊遊、探討生活心理小知識。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嗱，如果覺得頻道有用，又或者純粹想鼓勵創作者嘅話，歡迎俾個 like 同埋留言指教，最好就係 follow 埋我啦。大家好，上一集子彈慢衝勇闖廣東邊界，我哋揸咗400幾公里。嚟到清遠嘅威靈古殿，睇咗一個非常之靚嘅鹹蛋黃日出啦！而家我哋繼續下集行程。大家好啊！嗱，琴日我哋上山嘅時候黑麻麻睇唔到路況啊！嗱，而家我哋落山嘅時候咧，可以見得到，其實佢哋嘅路況都幾對版嘅喎。咁啊，除咗係冇街燈，大家要小心啲之外咧，你見到咧，其實佢哋上下線行車嘅路咧，其實都係幾寬闊嘅，大家唔需要擔心啊！沿途超靚啊！今日天氣好好，出乎意料嘅好啊！咁所以咧，有陽光嘅地方咧，就已經係加咗好多分數喺入邊㗎啦。呢一集咧，我哋遊車河會去廣東天路嘅，同埋咧介紹話喺廣東天路附近入口咧嘅一間係酒店，順便講下啦。嗱，廣東天路咧被稱為此生必駕，自己封自己做此生必駕。咁不過都當如果係港車北上，想去遠啲，咁啊想去啲特色啲嘅地方嘅話，咁我估計一個地方咧都可以嚟1次半次嘅。嗱，但係講明啊，實際上咧我查過咧就冇特別嘅，佢話有800個彎啦，咁啊當然係轉到你頭都暈啦。上到去咧，其實就係一條公路嚟嘅啫。咁就當然嗰度有一腳跨兩省，咁我哋港車就唔可以去湖北省嗰邊啦。咁喺嗰度打張卡，咁然後落翻嚟啦。咁你話戇唔戇居？你話會唔會係好無聊咧？咁樣咁都係見仁見智啦。咁如果你覺得無聊，咁咪唔好去咯。咁啊，如果你覺得都可以嘗試下喎。咁啊，大家見到沿途都有好多農家菜食啊，或者之前嗰一日好似我咁樣就去咗睇日出啊咁樣。咁其實清遠都仲有好多地方好玩噶嘛。咁夾埋其他清遠好玩嘅地方嘅話咧，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值得去遠少少嘅一個地方嚟嘅。嗱，由威靈古殿嘅停車場直踩到嚟第一峰溫泉酒店呢一個位置咧，其實60幾公里1個鐘多少少咧就會到達㗎啦。你有2個嘅可能，第一咧你就係停留 check in 完之後咧就直踩第一峰，來回翻嚟咧黃昏咧就可以翻到嚟㗎啦。而我咧就選擇喺酒店度閒 hea 浸下溫泉休息下，到第3日嘅早上 check out 咗之後咧，我先攻頂慢慢玩嘅，2樣咧都係可行嘅。咁有充電樁嘅，咁而家充緊嘅，咁啊慢啲㗎啦。咁但係都係擺酒店啫嘛，都冇乜其他地方去，所以咪冇問題啦。然之後咧，而家上酒店，我就冇打算為間酒店開箱啦。不過間酒店好唔好咧，我一陣間先再 comment。去浸溫泉先。而家食飯時間啦，所以錯峰人哋喺餐廳度食緊飯，我就喺呢度獨享溫泉。目測咧，其實得我同埋另外一個男客人啫，正啊！呢個溫泉咧就係最舒服噶啦，有成50度至51度，剛剛都浸泡咗2-3次。清遠有中國溫泉之鄉嘅美譽，而依間酒店嘅溫泉唔單止係任浸，而且佢號稱係真溫泉水嚟嘅。咁我浸多幾次係咪好正常啊？ Tomorrow， 咁多位早晨啊！咁啱啱喺呢間酒店度浸完溫泉，咁就準備出發就去第一峰啦。咁琴日嘅車咧，其實就泊咗喺度充電啦。咁充咗1晚，咁當然就已經佢飽啦。咁啊，回復體力100%、99%啦。咁而家嘅時間就係10點鐘左右到啦。咁收拾行李完之後咧，就出發啦。好，買咗票啦。咁就廣東天路此生必駕。咁我哋如果就咁樣現場買就78蚊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喺美團度買咧就50蚊嘅啫。咁啊同樣都係喺酒店又得，喺園區門前嗰度咧做兌換都得嘅。好。嗱，由酒店嘅停車場去到景區嘅入口咧，其實只係分2分鐘嘅啫。就等我呢段時間都講下我對呢間酒店有咩感覺啦。咁成個酒店嘅感覺咧，只可以講係正常啦，398蚊2位嘅。不過我1位入住，有自助早餐，咁有附近就已經有一個尚算係出名嘅多嘢玩嘅
嘅一個遊樂場啦。不過我就冇去嘅。咁然之後咧，住嘅地方有啲舊，不過入邊整潔嘅，叉電位足夠，不過係慢充。晚飯 OK 嘅，不過味道同埋價錢就唔算性價比好高。溫泉咧就任浸嘅，琴晚浸咗一次，今日浸咗一次，咁就標榜係真嘅溫泉。咁有得浸溫泉，咁都幾舒服嘅。服務態度都幾好啊，我冇乜嘢投訴啊。好，嚟到入口處，我哋做一啲簡單嘅登記同簽名之後呢，咁就開閘正式進入廣東天路嘅路段啦。咁都講解一下呢一條廣東天路啦。咁就係廣東第一峰嚟嘅。咁由我哋啱啱嗰度200米海拔200米開始出發咧，一路咧就係攀山，最高咧就會去到1900米嘅。咁我哋會停嗰個地方咧就大約1880米左右啦。咁呢啲大地方，全程咧有800幾個彎。咁平均每47米咧就已經有一個彎。咁揸電車嘅人可以值得注意啦。我啱啱咧就由97% 過嚟嘅，咁就睇下一陣間咧上到去幾多電，然後落翻嚟咧有幾多電啦。我哋而家去到第一個嘅地方啦。咁呢笪嘅地方咧就係天泉瀑布。咁其實咧都幾靚㗎，不過我唔嚟啦今次。咁咧就因為呢幾日都冇落雨，我估計咧瀑布都唔會好壯觀嘅啫。好，咁咧就唔落車啦，我哋去到第二個景點，就係第200個彎嘅時候咧，先打卡同大家再講啦。而家啱啱好行咗28分鐘，12公里，嚟到第200個彎。睇睇嚟到第200個彎。即使要半個鐘頭到12公里，因為佢全程係38公里啊嘛，咁所以其實咧1/4個800個彎，咁所以1/4路程啦，咁亦都喺嗰個miles 度咧，其實都差唔多嘅，都係1/4嘅路程，咁就半個鐘頭，咁啊持續一路上山啦。而家咧就90% 電，咁我覺得咧還可以嘅，因為咧講真頭嗰200個彎咧就冇乜嘢景可以睇㗎啦，咁就咁樣啦，都有啲四面環山嘅情景嘅。好啦，停咗喺200零個彎嘅地方嗰度啦。咁其實咧，大部分嘅地方咧都係雙程路嚟嘅。咁有少部分嘅地方就會窄少少啦。咁你話風景好唔好咧？咁其實就唔係真係好好嘅啫，普通啦。你揸緊車嘅話咧，直情係唔可能睇到呢啲咁樣嘅環山嘅地方嘅。咁落車可以嘅，好似我咁樣泊低咗架車喺隔離咧。咁其實咧泊啲寬闊啲嘅地方就得㗎啦。咁不過要小心咧，就我見到沿路咧其實都有啲落石嘅現象出現。剛才有一個地方轉彎位咧係好大片落石嘅，咁呢度都要留意啦。好舒服嘅空氣啊！好，咁而家個陽光都仲係好高嘅，咁我哋繼續行程啦。好靚，唔錯。喺200個彎至到400個彎中間咧，就嚟到第二個打卡點啦。咁就叫做天門畫廊。咁據聞咧就話呢個天門畫廊咧係好多雲海嘅，如果係真係嘅時候咧就好靚嘅。咁當然今日冇雲海就冇辦法啦。咁呢度有寫到一個叫做天門啊，見唔見到啊？上高咗少少咧就舒服咗好多啦。其實沿途入邊咧都冇幾多條直路啊，不停嘅軚盤咧左轉右轉咁樣。咁你中意山路嘅孤勇者咧就冇問題，但係如果有身邊係有客人、有乘客嘅話咧，咁其實佢哋都應該係幾辛苦嘅。好，俾大家睇一睇先。咁啊，師傅淨係你自己一個人㗎？係啊，一個人過嚟啊。香港飛過嚟啊？我香港過嚟啊，過嚟3日2夜咯。係啊，一個人。一個人嘅。個人，成日拋妻棄女。帶條女先師傅啊嘛。哦，冇啊，我太太教書啊，翻工啊。就係咁樣先可以自己過嚟。其實呢度左彎右彎轉嘅話，其實做乘客都辛苦嘅喎，揸得唔夠好嘅話，坐嘅時候就好啲。我啱啱係啊，慢慢嚟。係啊，你哋喺邊頭過嚟㗎？我喺深圳。深圳過，你係住呢度1日定係住一晚？係 OK。咁呢度都幾靚㗎，啱啱喺度一路過嚟。海拔
628米，我哋最高去到1900米。不過咧唔需要諗即使而家仲有1200米啦咁樣啦，其實唔係啊！啲山路咧係一路陰落到山，落到海拔300幾米，又上翻去800幾米，然後又再落過嚟，有好幾個咁樣嘅山谷咧，我哋需要穿越嘅。好，繼續我哋嘅行程啊！嚟到第3個景點天龍，海拔630米，啱啱已經落過一次波同埋上翻波噶啦。望望先，聽到就應該係有瀑布啦，都唔算係咩瀑布 ，OK 啦。天龍點解叫做天龍咧？大家諗一諗，呢度咧有個山谷，山谷咧嘅呢個峽位咧，咁其實係一個兜位啦。見唔見到咧？呢個岩石嘅左右咧，其實咧都剝落咗噶啦，咁就剩翻一個石頭嘅脊嘅位置啦。咁樣望落去嘅時候咧，有少少似係一條龍喺度飲水咁樣啊！嗱，個鼻就係喺最底嗰個位嗰度啦，咁然後咧就兩隻眼咧就窩凹咗落去嘅。好啦，成日咧都講咧，想像就7分想，然後就3分像噶嘛。如果你唔覺得試嘅話咧，咁就冇辦法啦。好啦，繼續行程。天龍啊 ，OK 喎，嚟到此生必駕嘅一半啦，第400個彎，廣東天路。我哋睇一睇而家個行程係點樣先。行咗21公里，咁然之後咧就1個鐘零8分鐘嘅。咁而家 Tesla 嘅電咧就84%，即係用咗15% 到啦。咁嚟到一半彎路啦。我哋喺400個彎至到600個彎嘅中間嘅位置度咧，咁就見到有廣東第二峰啊！呢度直上去就係第二峰，10公里度。咁第一峰就左轉嘅。咁但係我見到行1.5公里度咧，有電車快慢充電樁喎。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有問題嘅話咧，都可以喺度補嘅。OK，咁我哋繼續啦。1個鐘零34分鐘，接近30公里。我哋嚟到行程嘅3/4，第600個彎啊！講一講啦，咁由400至600個彎入邊咧，我冇記錯，一共穿過咗3條村莊嘅，咁係大型嘅村莊嚟嘅，有民宿啦，有得食嘢啦，甚至有2個村莊咧係話有呢個充電樁服務，你可以打電話咧就安排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嗰啲村莊都唔細嘅。咁我見到多人咧，因為咁啱而家其實已經係12點鐘嘛，咁都多人咧喺嗰度先食飯，咁休息一陣，咁然後咧先繼續上路。又或者咧，有啲人一早上去嘅咧，就已經回程啦。咁回程嘅時候咧，亦都可以喺嗰啲農莊嗰度咧食飯嘅。咁都係一個幾好嘅配套啊。咁而家咧就最後嗰1/4行程啦。好，向第一峰最後嗰200個彎出發。行程都嚟到尾聲嘅啦，我估而家應該大約700個彎度啦，繼續係上山嘅。咁其實咧都仲有一段仔路啦，但係已經係喺山峰嘅位置都幾高下，係舒服嘅。上到嚟咧有啲截然不同嘅感覺咧好似頭嗰200個圈冇咩嘢睇，然後之後嗰400個圈咧又比較好啲咯喎，有嘢睇咯喎。咁然後到而家咧就舒服好多啦。
此生必加1600米海拔，咁嚟到一個叫鷹嘴峰嘅地方啦。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啦，其實幾空曠啊，幾舒服噶，非常之有特色嘅一個地方，可以喺度打下卡，咁喺度稍作休息下，俾大家睇一睇。咁其實個高峰咧都幾高噶啦，咁樣。好啦，繼續行程。隨住離開第88個灣，就標註住我哋再行多大約5至10分鐘，爬升多300米呢，就到達我哋今日嘅終極行程——廣東第一峰，一腳跨兩省嘅交界啦。嗱，事前我都爬過啲文章㗎啦，知道去到嗰一點之後呢，其實係反高潮嚟嘅，冇乜嘢特別嘅啫。不過能夠一路遊蕩蕩咁樣行下停下影下相嘅話呢，過到嚟呢，的確係心曠神怡嘅噃。好，我哋到達啦。經過呢個碑界之後，左邊就係湖南省，橙色嘅呢個地方呢，就係廣東省。港車北上係唔可以穿過湖南省㗎。好，喺800幾個灣之後，再揸多5分鐘路程呢，我哋就真係去到港車能夠去嘅盡頭啦。咁呢度呢係雙粵交界嚟嘅。廣東第一峰而家係1902米㗎啦，咁有邊界，大家可以睇見啦。廣東咧就喺我嘅右手邊，湖南就喺我嘅左手邊。咁我哋如果過咗個湖南嘅話咧，理論上咧就係違規㗎啦咁樣。本來咧之前咧呢度仲有一段路咧可以上到去最後嘅山頂入邊嘅，不過咧好耐之前咧就已經被劃為軍事區，咁就禁止咧就再進。咁亦即係話，我哋今日廣東天路嘅行程入邊咧，呢一個位咧已經係盡頭嚟㗎啦。咁咧就我哋之後咧就要翻轉頭㗎啦咁樣。沒事沒事，有一點小刺，放上來讓你們吃。對，啊，沒事，可以。不准野炊燒烤，違反規定將依法進行追查，防火常抓，輕生常在。呢度都有一啲土產賣，花生啊、玫瑰啊，我諗都係佢哋喺下邊買上嚟之後喺度寄賣嘅。沒有，拿這次一點小事。對，哇，好舒服，好舒服。對啊。每已進入林區，禁止一切野外用品。6月。不准攜帶火種。哦。不准燒香點蠟。不准。你們在這裡擺攤，通常這段時間應該不多客人過來了。五一這裡可能有20台車。20台車。過夜。對啊，就所有的車上。哦，蠻熱鬧的。對啊，我們上來的好多人還沒起床，在睡覺。上面現在是完全過不去了吧？過不去。上面有沒有人？有啊。有當兵的。當兵的在這邊守。對，那個有個鐵門。哦。有狗。我哋嚟到湖南省。你已進入林區，禁止一切野外用品。咁有人就問吓，咁你嚟到呢度冇嘢嘅喎，咁係咪好值得㗎？係咪好應該嚟㗎咁樣？咁其實咧就我初頭都有一個咁樣嘅疑惑嘅。不過咧我就嚟咗之後咧就覺得值得一嚟嘅。由最起初好似冇乜嘢特別，咁其實好似行呢個大帽山一樣嘅啫嘛，咁樣啦。咁但係咧嚟咗之後咧一路好似一種朝聖嘅路，咁揸咗2個鐘頭車過到嚟咧，我覺得其實咧人生嚟一次，或者你既然已經有架港車啦，好規劃下之後嚟一次咧，其實都係非常之值得嘅。咁我會認為係推薦嘅。嗱，MBTI 入邊咧，如果你係
P 嘅人 PC 嘅人嘅話咧，即係一個過程為本嘅話咧，咁你絕對冇問題嘅，因為你嚟到中站呢度咧，其實咧已經係唔係最重要啦，喺成個過程入邊咧都幾開心嘅。咁如果你係一個 J 人judging 嘅人咧，即係話係呢個嘅目標為本嘅話，咁你可能過到嚟呢一度最終嘅目標，你唔中間嗰38公里路咧嚟到去享受嘅話咧，會係幾冇嘢嘅。咁但係你調整好心態，你將你嘅目標咧一步一步由200個彎、400個彎、600個彎到800個彎，都嚟到做一個judging嘅目標嘅話咧，咁你仍然係會覺得非常值得過嚟㗎。好啦，咁呢3日2夜嘅行程，呢2輯咧，其實咧已經拍攝到呢一度，應該咧都差唔多完結㗎啦。咁多謝大家收看啦。咁其實我都係一個業餘嘅，都唔稱得上係 YouTuber 啦，即係業餘嘅拍攝者啦。咁好多手法咧，可能都令到大家睇到頭暈腦脹都唔定咁樣啦。咁啊多多包涵啦。咁亦都俾個 like 我，鼓勵我繼續創作其他嘅行程啦，好嘛？咁就下集見啦。希望呢一段片盡快嚟到出啦。拜拜。後記啊！嗱，由啱啱第一峰嗰個最高嗰個位開始啦，一嘅跨兩省會開始啦，落到嚟咧大約1個鐘頭多啲啲，快好多時間喎。咁啊，因為沿路咧都係落山啦，咁同埋我少咗啲拍攝嘅時間啦。嗱，啱啱都講過啦，我喺最高峰嘅時候咧就70度電嘅，我估計咧大約用到10度電咧就可以過到嚟㗎啦，35個 kilo。好，而家咧我啱啱咧就到達咗最起初嘅嗰個此生必駕嘅，即係啱啱嘅起步點嗰度啦。而家咧開估究竟我架 Tesla 仲剩幾多電先？大家望一望先。係75度電㗎，75度電嘅，咁即係話多咗5度電啦，咁就大約啦對我架車嚟講咧就係多咗20公里嘅路程嘅。咁其實啱啱咧曾經最多咧就試過去到76度電嘅，咁都幾堅下 Tesla 嘅動能回收系統。你可以見到個表入邊咧，即係我橙色嘅部分就係用咗電啦，咁啊爬山嘅時候就用得特別係勁啦。好到落山嘅時候咧，咁其實咧都佢叉電咧都唔錯㗎，咁啊都有幾大部分嘅時間咧，呢段咧就係落山嘅路啦，都係呢個叉緊電嘅，咁非常之理想啦。仲有個後記啊，咁我啱啱咧其實咧離開喺清遠第一峰度離開嘅時候咧，就啱啱都講過啦，大約有74%、75% 電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就直接路 K 過嚟廣州嘅歐派，即係 Tesla 喺廣州唯一嘅 Supercharge 嗰度。咁全程咧就250幾公里嘅。咁究竟可唔可能直接喺清遠第一峰嗰度就翻嚟廣州咧？咁我哋睇一睇咯喎。嗱，嗰段路咧就係好長嘅，俾大家睇睇全景先。全景咧就係咁樣啦，成段路，咁然之後咧就而家咧就仲剩最後8.7公里，仲有15分鐘嘅啫。咁嘅電咧就仲剩60 km， 咁即係仲剩15% 到啦，16% 電嘅。好，咁簡單啲講咧，如果你喺清遠嘅話咧，如果你有70% 電或者穩陣啲啦，好似我咁75% 電嘅話咧，你直接翻落嚟廣州嘅 Supercharge 度叉電咧，都唔會有問題嘅。咁當然啦，你話如果係非常之塞車嘅，咁我就唔知道啦。咁基本上咧都足夠啦，而家仲剩10幾個%電，咁就成段路就係咁長啦，250幾公里，記錄一下俾大家知道，睇下有需要嘅話咧，咁就可以做一個參考啦。我繼續完成埋最後8點幾公里，咁就 Supercharge，然之後食嘢翻香港。